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同大家分享嘅單位設計係位於大埔嘅上賢，實用面積係600零尺嘅3房1套間隔。設計方面，除咗保留廚房、廁所原有嘅佈局，其他嘅空間就因應翻屋主嘅喜好，揀咗現代輕奢華風格去打造一個有品味嘅個性家居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睇下個設計啦。首先，我帶大家睇下個客飯廳先。整體嘅設計以淺色調為主，用安哥拉灰色作為基調，配搭白雲石嘅材質，再加上古銅嘅線條作為點綴，打造出獨特嘅特色牆。呢個組合既有個性，又可以襯到出高貴時尚嘅氛圍。而櫃面又加入咗歐式花線嘅設計，令空間視覺更有層次。書房功能同埋美感兼備。櫃以米白色為主調，配合咗古銅色玻璃嘅門框，展現出優雅嘅格調。書房嘅氛圍舒適而寧靜，為屋主提供一個理想嘅工作環境。櫃筒面加入花線呼應，增添細緻感。女房以白色為主調，點綴咗少量嘅粉飾，營造出溫柔甜美嘅格調。床頭嘅高櫃用咗屋型嘅空格作為設計，可以減低壓迫感，又唔會塞到銅錘。主人房以白色為主，整體明亮整潔。房入邊係有玻璃嘅衣櫃，可以增加通透感。加入咗地台增加收納，亦可以滿足屋主嘅需求。書台橫向擺放喺床嘅側邊，形成咗清晰嘅界線。用緊書台嗰陣，視線就唔會直對咗牆身，感覺上就會更加開揚舒適。今集單位嘅設計就分享到嚟呢度，大家鍾唔鍾意呢個設計嘅風格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最後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啦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設計風格，下集見，拜拜。